阿只是花是些头呀，若听日里听日过谁话个忙啊喽，若晓得么的多少天爱咪谁谁话那忙啊喽，若阿只呀，若你嘛苦过，都叫俺嘛的啥，谁面瑞亚嘛，真爱咪就那忙哦。我啥呀，我嘛的是些头过比木瓦达喽，我啥里比他嘛里比，是些头吃过比，若的你嘛过个的。是里个吃的个嘛我，我啥的我路是谁话的那么不有，是些投资的比嘛个啦我，菲律宾投资里头吃啥子瓜，我的谁会个啦苏瓜比，阿什米我一把啦喽，伊啥呀投资里吃的头吃子瓜。我呀，努外比第二年他就，阿六边呀，我那努话不上我里努话的谁会个是一家我，努话的路家是我里家里大家我，伊啥呀都里子头啥子的子瓜，我另外咪无啥的哈律说那谁就让我，伊话呀，觉得嘛里比不得讲我，得爱咪毛合理，加个学咪谁嘛把里。多几头个生活头日子过，我啥呀？我是外边，我目光阿喽，一年我就没得漂流，一年我不上岸呢，也得学个我不怕不上岸呢，也得多摸我，马蹄头子的头日子日子过，谁头合适合理大妈没事不？我的嘞，我里那我的，我和那只我。木瓜头底下的是一头，这里子瓜。我啥呀？我是外边，我木瓜阿喽。一年我的就叫是漂流，我就头是一头，吃子瓜。我啥也没呀，花年嘛花票阿喽。这些是不哥哥机票机呀，头了喽。这个比码头啥子的头，一子瓜。你的火鸡生呀？我啥一之前2年就没吃。你妈他这例子，一年努的阿前面马路皮别喽，一啥呀头啥子头，正话子瓜，阿前面巴拉斯18手，也是里部是些手过去路里，你话都叫破译拉斯，我这哈雷呀，你话那，我你拉斯是里比第2个我比别个米，你话都叫破译啦，马修。那可是记得个项目，比如呀嘛，是些投资过比，还是玩的嘞，就是花花。